高雄美浓有着客庄小镇的淳朴优雅。台湾知名客家籍作家钟理和晚年就在这里生活。走进纪念馆，细细品味一代文豪的精彩故事。钟理和出生在富裕家庭，幼年生活无忧无虑。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，所以他有一篇小说说，他10岁了还要人家帮他洗澡，所以显然他是一位那个什么公子哥儿啦。儿子口中的公子哥爸爸，因为爱看书，从小就无师自通，从事文学创作。从钟理和生前喜欢的书籍中，不难发现他辽阔的思维。多看书，套句我们客家话，当夜读一本书，所以钟理和就是因为喜欢这样看书，所以他这个中国思想家庭，他的思想是开放，包括马克思主义那些他都看。和妻子钟台妹因为同姓氏，婚姻不被家族接纳，小两口决定远赴他乡的故事。带着钟台妹，我妈妈一块就过去了。他们真的是为了爱走天涯。文学创作的收入微薄，钟台妹一肩扛起家计，默默地支持钟理和。虽然他不识字，但是对钟理和先生写的，我爸爸写的任何东西，他当宝贝。右肩倾斜的雕像，如实呈现钟理和生前因开刀造成的后遗症。虽然最后不敌病魔，享年46岁，但就像馆外文学步道石碑上日记所提，钟理和的文采和故事将随着钟摆继续传颂下去。上课喽！当日讀一本書，当日讀一本書，当日讀一本書。